Tesla 暴跌45%，全球市場震撼。特朗普關稅引發連鎖危機 ，Tesla 呢排真係捱得好慘，股價幾個月內直插45%。中國市場跌咗一半，歐洲都跌咗成29%。背後主因就係特朗普政府對墨西哥、中國同其他主要貿易夥伴加咗新關稅。但問題唔止係 Tesla， 成個美國經濟都被呢啲政策拖住，搞到失業多咗，物價升咗，未來都變得唔明朗。當特朗普一出招，加強進口關稅，市場即刻有反應， Tesla 首當其衝。到而家為止，佢哋市值蒸發咗幾十億美元。中國作為 Tesla 第二大市場，銷量插水50%。直接益咗一班中國對手。歐洲方面，成本升咗 ，Tesla 冇晒競爭力，需求都跌咗成29%。點解 Tesla 傷得咁重？生產成本飆升 ，Tesla 好多零件要靠進口，加咗關稅之後，成本爆升，供應鏈出事，墨西哥同亞洲啲工廠面對更高嘅貿易障礙，交貨速度慢咗。投資者驚青，成日傳關稅升，搞到好多大投資者開始撤資，股價自然跌。馬斯克嘅政治賭注，之前支持特朗普啲政策，依家反而打到自己公司。而家 Tesla 唔單止自己流血，呢場危機仲影響晒美國普羅大眾。車價上漲，因為成本高咗，車價一價加咗5000到1萬美金。就業危機。電動車行業有超過1.2萬個職位岌岌可危，德州、加州同紐約都開始裁員。通脹升溫，無論電動定汽油車都變貴，消費者壓力山大。更大嘅影響仲未完，電動車唔再平，買得起嘅人少咗，清潔能源轉型進度都慢咗，失業升緊。Tesla 一出事，成個電動車供應鏈都受拖累，電池廠、原材料供應商、經銷商通通都唔穩陣。美國地位不保 ，Tesla 未搞掂，比亞迪、中國、Volkswagen、德國、Hyundai、韓國都乘機搶市。最壞嘅係，消費者開始唔再忠誠。南州、民主黨州。回頭客比例由72%跌到65%，紅州都冇咩增長，由47.6%輕微升到48.2%。而家有32%嘅美國買家話唔會再考慮買 Tesla， 點解會咁？太貴。而家 Tesla 唔再係平價電動車，其他品牌平又實用，技術落後。Waymo 同 Uber 啲自動駕駛進展快 ，Tesla 嘅全自駕仲係未搞掂。政治形象差，馬斯克同特朗普嘅親密關係，令一大班人反感。Tesla 已經嚟到人生交叉口，如果唔即刻行動，可能會永遠失去領先地位。但佢仲有機會翻身，前提係要快。而家 Tesla 要做嘅幾樣嘢，降價。設法減成本，搶翻價格優勢，揾其他市場。既然美國俾關稅壓住，就要走出去，揾新市場。全力發展自動駕駛，只要自駕技術搞掂，仲有得翻身。改善客戶體驗，服務要做好，價格要透明，咁先揾得翻信任。時間唔等人，如果再拖， Tesla 有機會跌落神壇。呢個係結束定反擊，就睇下一步點走。同一時間，加拿大總理馬克·卡尼都玩咗一手新招。佢第一次出訪冇揀美國，而係直接飛咗歐洲，信號好清晰。加拿大唔想再單靠美國。卡尼冇去華盛頓，反而見咗法國總統馬克龍，之後再同英國首相 Starmer 傾。代表咗加拿大對外政策開始變，唔再只靠一個大國，而係想喺經濟同安全方面建立更廣泛嘅合作網絡。鍾意呢段內容嘅話，
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俾個 like 同分享俾你朋友，等多啲人知道全球貿易點變，齊齊企喺時代最前線。